林鄭月娥第一次以特首身份出席立法會答問會，交代第一階段點用教育新資源。我係喜歡去立法會嘅，呢個唔係賣口乖。林鄭月娥又話會致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美國證實北韓尋日試射嘅係洲際彈道導彈。詳細嘅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第5日，第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林鄭月娥朝早大概9點入到會議廳，大部分議員都站立。佢企喺主席梁君彥隔離，有別於前特首梁振英企喺主席台前。林鄭月娥喺開場發言嘅時候提到，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佢又履行政綱嘅承諾，增加教育經常開支，先公布首階段嘅方案。我哋先睇下教育新資源嘅安排。36億放喺教育嘅新資源，第一階段嘅方案涵蓋專上、中小學同埋幼兒教育，包括9月新學年開始向修讀自資學士課程嘅合資格學生，即係文憑試考獲中英數通識3322成績，每年免入息審查，資助3萬蚊。同時涵蓋修讀銜接學位嘅副學士畢業生，資助額會按每年通脹調整。去內地讀學士課程嘅合資格學生，亦都可以攞到資助5000蚊，兩項資助合共有39000個學生受惠。公營中小學方面會增加2350個常額教席，教師同班級比例增加0.1，即係話一間有30班嘅學校會增加3個常額教席，亦都會分3年增設840個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教席，支援融合教育。以及係每個月提供25000蚊嘅津貼，聘請資訊科技人手。至於幼兒教育，建議喺2018-19學年開始，由以往係按通脹，改為按中低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嚟調整對幼師薪酬嘅資助。相關過渡津貼由2年延長去到5年，涉及7億嘅非經常開支。喺好多議題上，唔同政治光譜嘅議員同埋持份者都係有合作嘅空間嘅。我期望教育新資源嘅方案獲得各位立法會議員嘅支持。喺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之後，財委會可以喺暑假休會前通過相關撥款。至於競選時候提出要訂立嘅幼師薪級表，林鄭月娥話問題複雜，要再研究。又定出8個發展方向，包括檢視課程、加強學生嘅國家觀念同埋國際視野，並且會檢視全港性系統評估制度同埋校本評核。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導。自資學校同學生普遍歡迎政府提供資助。教育局話，自資課程彈性比較高，預料比較多學生受惠。多間自資院校代表同教育局官員會面，普遍歡迎當局資助學生修讀自資學士課程。有學生就認為，如果可以直接增加8大院校資助學士學額，效用更加大。預期淨係俾3萬蚊，其實政府可以開多啲學位，其實仲好咯。我哋大家可以容易啲揀到自己想讀嘅科，或者我哋容易啲入到真正想入嘅學校，咁就唔需要去揀自資嘅學校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話：資助修讀自資學士課程，受惠嘅人會更加多。我哋不嬲都希望咧，自資界別同埋資助界別咧，係兩個界別都能夠健康發展嘅，係達到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自資界別咧，相對上個彈性啊，同埋佢能夠更加快去滿足到市場上邊一啲人力嘅需求，而去作出一啲課程嘅調動咧，成本上邊亦都係一個考慮啦。即係你同樣幫同樣嘅一個資源咧，喺自資界別裏邊咧，你幫到嘅學生咧，相對上係比擺咗入去資助界別裏邊咧係多嘅。教育局話會有機制監察自資院校嘅學費增幅，如果院校申請加學費高過通脹，需要提出充分嘅理據。另外，有合約教師歡迎政府增設常額學位教席。如果你係合約老師的話呢，咁有機會呢間學校你淨係教1年，你佢籌備過嘅一切嘢呢，可能係第2年有冇即變咗係冇用咁樣咯。
咁2000幾人當然係未能夠去將全部合約老師轉做編制老師啦。咁但係佢始終都係一個大進步咯。代表教協嘅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亦都希望今次係一個開始，將來可以進一步增加常額學位教席。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導。答問會另一個重點係行政立法關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對過去幾年嘅內耗鬥爭感到傷心。佢提出4點主張改善關係。林鄭月娥進入會議廳嘅時候，大部分議員包括民主派都有站立，只係有梁耀忠、梁國雄、朱凱廸等9位議員未有站立。林鄭月娥話：過去幾年政府同議會關係欠佳，希望可以改善。我係喜歡去立法會嘅，呢個唔係賣口乖。見到過去幾年嘅內耗、鬥爭、劍拔弩張嘅情況，我係感到有啲傷心。但係我唔灰心，因為我仍然深信絕大部分嘅議員同埋官員都係深愛香港，都願意為目前呢個困境揾出路。林鄭月娥提出同各黨派議員建立恆常嘅溝通機制，將施政報告提前去到每年10月發表，增加去到立法會解答議員問題嘅次數，同埋要求問責官員多啲同議員交流。喺答問會上面，林鄭月娥被問到任內會唔會重啟政改，你會唔會承諾2022年能夠讓市民實施普選呢？如果我按你嘅要求馬上重啟政改，於是又嚴重內耗，於是社會又爭拗，於是經濟又停滯不前，民生又不彰，咁我呢個第一責任人都好失敗。林鄭月娥又話：暫時未有需要就禁止中央各部門干預香港自行管理事務嘅基本法第22條進行本地立法。我會係確保行政機關嘅工作係自己做嘅。所以我頭先都係主動提出咗所有爭取議員嘅工作啊、游說嘅工作咧，都要司局長親力親為，不假手於人。新特首嘅第一個答問會，除咗外訪嘅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之外，全體司局長都有出席，部分行政會議成員亦都有到場。而林鄭月娥企喺主席座位隔離發言嘅做法，亦都同上任行政長官唔同。行政長官辦公室話，林鄭月娥係希望令到主席見到自己，方便佢主持會議。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報導。美國證實北韓尋日試射嘅係洲際彈道導彈，有專家相信射程遠至阿拉斯加。北韓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4型之後一日，國營電視台播出相信係發射過程嘅片段。導彈由軍車移送至發射台，領袖金正恩到場親自指導。倒數10秒之後，導彈點火，發射升空。平壤當局話，今次試射係要測試核彈頭重返大氣層同埋分段分離嘅技術。國營傳媒報導，領袖金正恩強調，北韓就發展核武冇協商嘅餘地。佢吩咐研發團隊要不時向美國送上大大小小嘅禮物，暗示會繼續進行試射。又形容美國喺獨立日得悉平壤喺研發軍備上取得重要進展，一定會相當唔高興。因應北韓再有動作，南韓軍方及駐韓美軍當地朝頭早7點喺東部沿海發射多枚導彈，包括射程大約300公里，由南韓自主研發嘅元武2型彈道導彈，以及係美國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嘅地對地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話，今次美韓聯合演習係要展示喺緊急情況下打擊敵軍指揮部嘅能力，顯示美韓同盟絕對唔容忍北韓嘅任何挑釁。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就發聲明，證實北韓星期2試射嘅係洲際彈道導彈，並強烈譴責平壤政府威脅區內以至係全球安全。美國有專家估計，呢一款射程超過5000公里嘅導彈覆蓋美國阿拉斯加，形容今次試射係北韓歷嚟最成功嘅一次。只要平壤繼續研發，假以時日就可以製造出攜帶核彈頭嘅長程導彈，攻擊地球嘅任何一個角落。無線電視記者周志玲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由俄羅斯轉抵德國，同總理默克爾會談，並且會出席20國集團峰會。
20國集團峰會星期五喺漢堡召開，領導人未交鋒，但警方同示威者先爆發衝突。集會人士不滿警方清理佢哋嘅帳幕，警方出動水炮驅趕並圍成人牆推進。當局預計峰會期間至少有8000人示威，部署大約2萬警力應對。德國警方星期二搜查漢堡市內同周邊多個地點，檢獲裝有易燃液體嘅膠樽、氣樽、刀同縱火物品，懷疑有人企圖喺示威期間使用。佢哋又示範相關武器嘅殺傷力，可以見到鐵珠射穿模型。淋上易燃化學物嘅警員制服，點火之後迅速焚燒。警員嘅頭盔亦好容易俾爆竹炸爛。Die Sachverhalte zeigen aus meiner Sicht, dass die Militanz der G20-Gegner nicht nur eine Prognose ist, nicht nur eine Theorie, sondern dass sie sehr real ist. Die Beweise dafür, dass es befürchtete, immer wieder durch。另外，準備出席峰會嘅國家主席習近平轉抵德國國事訪問。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喺總統府舉行歡迎儀式，迎接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習近平之後又同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兩人就中德關係同地區議題交換意見。習近平表示，希望通過今次訪問，繼續推進兩國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無線電視記者鄧以佳報導。休息翻嚟，仲有報道。超過一半港鐵員工今年加薪3.4%，工會話失望。日本再發現紅火蟻，更加首次揾到蟻后。星期一至日晚9點半，一連7日睇盡2大劇集。一陣雪味點算好呢？用家樂牌雞粉提鮮去雪味，凍肉都煮出鮮肉之味，傳承家的味道。家樂牌，家樂牌堅持無激素飼養，俾你安心鮮味送更香。全球變暖效應，氣溫持續上升。夏天蚊患嚴重，請市民提高警覺。我有我嘅世界，虎標區風遊。空局製造嘅雀巢可可脆片，由全穀物製成，每盒送你壞蛋獎門人3相片夾1個，快啲去超市選購啦！呃個利是，哎呀，食糊就至緊要快，哎呀！雀巢3花高鈣活關節低脂奶粉，含3件營養素，健骨、健肌、健關，有3件點喐都咁掂，仲有護心同降醇素添。你至愛嘅炒蛋，令你愛上每個 morning。而家嘆炒蛋系列早晨套餐24蚊咋，仲送你高露潔抗敏專家修護防禦牙膏。屋企係可以暢快呼吸嘅地方，舒舒服服，安安樂樂。屋企入面嘅呼吸就應該健康安心。多樂士樽彩獲法國 A+ 標準及美國 UL 認證，高效抗甲醛及 VOC， 屋企自然住得更安心。多樂士樽彩全效長面漆，開創漆友新標準。需要我明複合睇睇先，成日出入人多嘅地方，天氣忽冷忽熱，好易病。飲全新獨特配方維多斯啦，佢有維他命 C 同鋅，仲加咗維他命 D， 俾你全面嘅防護。全新維多斯，想知我嘅免疫武器，直上維多斯 Facebook。夏天俾肌膚透透氣，全新奧利清爽7效 UV 霜，好似羽毛咁輕盈，唔會黐立立，含高純度 B3，對抗7大肌膚問題，嫩滑彈，肌膚喺度呼吸緊。奧利。貪心有咩問題啊？貪靚。
貪新鮮、貪着數、貪錯、貪食蛇。作為消費者，貪心唔過分啊！香港寬頻 4G LTE 全速流動通訊服務，只需138蚊就有多達6GB 數據。而家登記仲包埋24個月 MyTV Super 手機 App， 貪佢夠快，貪佢夠激，要求高嘅你釋放貪念吧！即刻登記啦！香港寬頻。哇！呢個我哋後生好中意食㗎。假牙咬唔到㗎。邊個話假牙咬唔到啊？我介紹佢用咗寶麗淨假牙固定劑，假牙穩固長達12小時，增強咬合力。用咗真係唔同晒，寶麗淨黐得穩，更享受。你都打嚟免費試下。翻嚟新聞時間，港鐵7月開始加人工，超過一半嘅員工獲加薪3.4%，工會表示失望。請公司積極回應工會訴求。港鐵4個工會下晝去到港鐵九龍灣總部同管理層開會，討論今年嘅薪酬調整。工會會後引述公司話，加薪幅度視乎員工嘅表現，分為5個等級，表現最差嘅第1級冇人工加。而第2級至第5級加薪就介乎1.7%至到5.1%，當中超過一半員工屬於第3級，獲加薪3.4%，加幅比起舊年全年平均通脹2.3%高，只有大約半成員工獲得最高加幅。工會話感到失望，認為公司未能回應全體員工至少加薪5%嘅訴求，亦都同港鐵盈利唔成正比。公司要求我哋做到世界一流嘅鐵路，做到99.9%咁嘅準確度。咁而家其實我哋員工都做付咗好大嘅努力，亦都做到呢個咁嘅成績。但係呢，喺薪酬回報嗰度呢，佢就冇相應咁做到。咁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咁呢個唔合理嘅。工會話港鐵有回應部分訴求，包括喺今年起，員工每5年嘅年資就有多1日假期。佢哋話唔會採取工業行動，3個月後會再同管理層開會。港鐵就話薪酬調整機制係參考市場上30間良好僱主嘅薪酬檢討結果，並因應市場環境、公司業績、員工貢獻等多方面作出充分考慮。機制經諮詢員工後制定，多年嚟行之有效。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壹傳媒集團一批員工默站抗議公司計劃將旗下嘅刊物編採製作嘅工序外判。工會同記協批評壹傳媒冇盡僱主嘅責任。壹傳媒同埋勞工處暫時未有回應。一批壹傳媒員工大部分着上黑衫，挨晚大約6點喺將軍澳嘅集團總部外邊默站抗議。壹傳媒工會引述管理層早前表示，計劃將編採製作工序逐步外判，個別部門員工自願離職之後，可以自組新公司再同壹傳媒簽約，承包外判工序。蘋果日報大部分版面嘅美術組同埋飲食男女整個美術部門將會作為承包制嘅試點，受影響員工大約有40人。至於其他部門嘅編採工作，會嘗試以自由工作嘅方式外判，將裁員嘅責任呢變相都外判埋俾即係將來承包。即係蘋果日報又好，或者我哋係集團其他雜誌嘅即係美術工作嘅新嘅公司咧，即係將呢個遣散同埋企業責任咧都外判。管理層係講明咧，前線同事係唔會有機會咧參與呢個討論嘅，係黑箱作業、黑箱談判同埋即係對同事係唔尊重。香港記者協會擔心壹傳媒嘅做法會影響新聞質素。聽日會唔會外判埋新聞都可以即係外判出去咧？新聞如果外判出去嘅話，記者採訪編輯嘅一啲取捨點樣可以保證個質素呢？職工盟批評壹傳媒罔顧僱主責任。外判咗之後呢，換言之，你原有嗰個老細呢，就唔需要承擔你任何嘅即係僱主嘅責任㗎啦。承包嘅公司呢，往往都係為咗想壓低嘅價錢，容易啲取得個標書呢，就向嗰個員工嘅薪酬福利待遇開刀咯。佢促請壹傳媒重新諮詢全體員工。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恒報導。香港電台批評無線電視上個星期抽起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但係播出嘅並唔係突發新聞。無線電視解釋係要播出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全文，照顧數以十萬計嘅模擬電視觀眾。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星期嚟香港出席慶祝回歸20週年活動，星期五下晝會見各界人士並發表講話。無線回覆傳媒查詢，話習近平來港係重大新聞，發言特別受到關注。除咗喺互動新聞台即時報導，亦都安排翡翠台直播或者盡快錄播習近平講話全文，以照顧數以10萬計模擬電視觀眾。由於習近平講話嘅片唔夠15分鐘，跟住係6點半新聞，時間唔夠播頭條新聞，只好用備用嘅風水節目填補。當時決定調動，已經即時通知港台，經商討之後，港台同意改到當晚凌晨12點半喺 J5 台播出。而對於港台話翡翠台播放嘅唔係突發新聞，無線話若果習近平講話唔係新聞或者唔及頭條新聞重要，係罔顧事實，亦都唔係專業新聞或者廣播人應有嘅說話。無線又認為播放港台節目係歷史遺留，已經不合時宜。而家港台有自己嘅頻道，無需要亦都冇理由免費佔用商營電視台寶貴嘅高收視時段。而通訊局截至下晝5點就收到190個投訴。通訊局按照佢而家嘅機制咧，係會按住嗰個即係發牌嘅條件同埋一向以嚟即係處理啲投訴嘅方式去做。港台就回應話，尊重習近平來港係重大新聞，但係並冇正式同意調動。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導。港股先跌後回升，恒指最多跌189點，午後喺騰訊同埋內險股嘅帶動之下倒升，收報25,521點，升咗132點，成交係843億。騰訊旗下嘅手機遊戲連日被點名批評，公司隨即推出措施限制年輕人登入。大行普遍相信對業績嘅影響唔大。騰訊曾經跌3%，其後反彈，收市重上271蚊，比大行唱淡嘅聯通跌4%，係跌幅最大嘅藍籌。患肝癌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喺瀋陽留醫，當局邀請外國專家為佢診治。瀋陽市司法局話，應劉曉波家屬嘅請求同聽取醫療小組專家意見之後，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決定邀請美國同德國嘅國際權威肝癌治療專家到中國，為患末期肝癌嘅劉曉波治療。維權人士胡佳話，劉曉波同家人一直希望出國治療，但係相信當局係受到外交同輿論壓力而讓步。又話外國專家會診有助外界更加準確了解劉曉波嘅病情。日本再發現入侵性嘅極強嘅紅火蟻，今次係大阪嘅港口，係個幾月以嚟第4宗。呢一次比之前3宗更加嚴重，因為係第一次發現有蟻后。當局就要求全國63個接收中國貨櫃嘅港口都要滅蟻。日本環境省表示，上個月30號喺大阪住之江區嘅貨倉，一個從香港入口嘅貨櫃入面發現一種有毒嘅外來熱帶火蟻。之後更加卸貨嘅大阪南港一處路面發現紅火蟻嘅蹤跡，並檢走大約50隻紅火蟻嘅樣本檢查，證實當中含有蟻后，係當地首次發現，並懷疑已經開始繁殖。日本當局自5月尾先後喺神戶同名古屋從廣州入口嘅貨櫃發現紅火蟻，但今次係首次發現蟻后。大阪市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應對措施。日本國土交通省亦喺星期二下令全國63個定期接收中國貨櫃嘅港口進行滅蟻工作，其餘870個港口如果接收中國嘅貨櫃，亦要採取同樣措施。紅火蟻原生於南美洲，身長2.5至6毫米，外形呈棕紅色，有毒而且攻擊性強，能夠佔據其他蟻種所築嘅巢穴，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入侵性極強嘅物種之一。人類如果被紅火蟻咬到，會感到有如燒傷嘅劇痛，有機會出現過敏性休克，嚴重者甚至會死亡。無線電視記者鄧以佳報導。交通擠塞係大城市嘅共同問題，亦都令到唔少人會揸電單車，希望可以避開塞車。不過越南首都河內市議會就通過議案，全面禁止電單車喺市中心行駛。究竟點解呢？我哋一齊去睇下。喺河內呢個電單車逼爆馬路嘅場面，令唔少旅客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呢個車水馬龍嘅情況喺10幾年之後，或者再冇機會見到。
河內市議會當地星期二喺超過92%